歡迎你哋嚟到酒店及旅遊學科課程簡介。如果你哋鍾意多姿多彩嘅學習生活，喜歡探索世界，好動又鍾意煮下嘢食呢，咁我哋嘅課程就啱晒你啦。首先，酒店及旅遊學科係包括4間院校同埋5個地點嘅，包括長沙灣嘅 Ivy 同埋柴灣嘅 Ivy， 主要就係提供高級文憑課程同埋基礎課程文憑。而位於薄扶林嘅酒店及旅遊學院、中華廚藝學院同埋國際廚藝學院，以及佢哋九龍灣同埋天水圍嘅分校呢，就係提供高級文憑課程、文憑同埋證書課程嘅。喺課程嘅範疇方面，我哋有4大分流。喺酒店及餐飲方面，係由 Ivy 同埋酒店及旅遊學院 HTI 去提供嘅，而旅遊及會議展覽就由 Ivy 同埋 HTI 去提供。另外，康體文娛及運動主要就由 Ivy 去提供嘅，而廚藝嘅科學就由中華廚藝學院同埋國際廚藝學院去提供啦。學科課程已經獲多個本地及海外專業機構認可。我哋提供唔同級別嘅課程俾同學去選擇。如果你喺中學文憑試考獲5個2級，包括中英文呢，你可以直接報讀2年制嘅 Ivy 同埋 ICI 嘅高級文憑課程。若果你嘅成績未達到5個2級，你都可以報讀 Ivy 嘅1年制基礎課程文憑，再駁上去直升高級文憑課程嘅。同時，你亦都可以選擇報讀以就業為主導嘅文憑課程。另外，我哋亦都提供完成中3學歷嘅同學嘅證書課程嘅。為期2年嘅證書課程，亦都可以直接駁上去由國際廚藝學院、中華廚藝學院同埋酒店及旅遊學院提供嘅文憑課程嘅。要提提大家喺同一次嘅入學申請裏邊，係可以選擇2個基礎課程文憑同埋3個高級文憑課程嘅。同時報讀2方面嘅課程，就可以俾到同學更大嘅保障同埋彈性啦。學科提供13個高級文憑課程，包括 Ivy 嘅8個高級文憑課程，以及國際廚藝學院 ICI 嘅5個高級文憑課程，全部都係2年制以及係政府資助嘅。同時，學科亦都提供基礎課程文憑，完成1年嘅基礎課程文憑之後，係可以直升 Ivy 嘅高級文憑課程同埋國際廚藝學院嘅高級文憑課程嘅。以下我哋會按照學科嘅分流，逐一為大家介紹。喺酒店及餐飲業方面，學科提供以下4個課程俾同學去選擇。如果同學嘅興趣係喜歡接觸唔同文化嘅人，又或者喜歡喺酒店同埋餐飲業裏邊工作呢，佢可以選擇酒店及餐飲業管理高級文憑。呢個課程由淺入深，教導行業嘅專業知識，例如酒店管理、客戶服務、餐飲服務以及製作等等，更加可以喺行業實習學以致用。若然同學嘅興趣比較廣泛，除咗喜歡酒店，亦都喜歡旅遊同埋康體文娛呢，就可以報讀國際款待業管理高級文憑啦。呢個課程係涵蓋咗酒店款接業所需嘅專業知識、操作嘅技能，甚至係溝通同埋人際關係嘅能力等等。另外，現今嘅酒店業對於智能服務嘅需求亦都大大提高，所以學科亦都發展咗國際酒店管理及智能服務高級文憑呢個課程。同學可以同時喺酒店裏邊進行學習、評核同埋實習，除咗獲得專業知識之餘，亦都獲得相關嘅工作經驗。而國際廚藝學院亦都提供咗一個葡萄酒及飲品商業管理高級文憑嘅課程，讓到同學可以喺呢一方面發展所長。喺旅遊及會議展覽業方面，我哋有3個課程提供俾大家選擇。如果你喜歡環遊世界，又或者喺會議展覽業方面發展，不妨考慮旅遊及會議展覽高級文憑。呢個課程為同學提供專業嘅旅行社同埋會議展覽知識，例如旅遊地理、會議展覽、郵輪及旅行社營運等等。機場嘅工作多姿多彩，又可以接觸唔同嘅人，又有挑戰性。有冇諗過喺呢一方面發展呢？機場營運管理高級文憑就為同學提供咗航空業嘅專業知識，例如機場及航空公司營運管理、機場地勤及支援等等，為你嘅事業打好基礎。另外，國際廚藝學院亦都提供一個國際主題樂園及項目管理嘅高級文憑俾同學去選擇，教授大家行業方面嘅知識。如果你係學校嘅活躍分子，好動又喜歡一展所長，有冇諗過喺康體文娛及運動方面發展呢？
以下就有3個課程俾你選擇啦。康體文娛管理高級文憑，呢個課程係培訓學生喺康體文娛業所需要嘅專業知識同埋技能。實習方面亦都可以參與香港嘅大型活動，喺實際嘅工作環境中吸取經驗。畢業生亦都可以從事活動策劃、會所管理或者體育總會嘅行政人員等等。運動行政學高級文憑，呢個課程係培訓學生掌握各項運動技巧同埋運動行政知識嘅。學生亦都可以參與大型嘅運動會同埋體育節目等等。畢業生更加可以喺公司型嘅運動機構擔任運動管理、市場推廣或者係運動媒體等等嘅工作。運動教練學高級文憑，呢個課程係專為想做運動教練嘅學生而設嘅，提供理論同埋實務嘅培訓，教授各項運動嘅教練技巧同埋運動嘅專科知識。畢業生亦都可以喺畢咗業之後從事運動教練嘅工作，例如擔任運動指導、體育訓練、體適能訓練等等嘅工作。咁 IVE 課程最大嘅特色就係互動學習體驗啦。我哋相信學生透過專題嘅習作，鼓勵佢哋跳出課室嘅框框，參與實地嘅考察同埋實操嘅訓練，咁樣係會學得事半功倍嘅。所以我哋亦都定期安排講座，由本地同埋海外業界同同學分享經驗，從而獲得最新嘅職場資訊。喺2年嘅課程入面，學生係會按照選修嘅科目去唔同嘅機構進行實習嘅，中間包括酒店、會所、特色餐廳、主題公園、會議展覽中心、運動及康體文娛機構等等。實習除咗可以帶俾學生工作經驗，亦都可以令到佢哋獲得唔少嘅人際網絡。而做得好嘅畢業生之後，仲有可能會被獲聘為長工添。我哋高級文憑嘅畢業生出路都相當之多㗎噃。佢哋除咗可以選擇用 non-JUPAS 身份報讀本地大學之外，亦都可以升讀 DI 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嘅學士學位課程，又或者選擇去外國升學。而其中較多人選擇嘅就係升讀 SHAPE 嘅2+1國際化升學階梯啦。2+1國際化升學階梯 ，IVE 同埋 ICI 高級文憑嘅畢業生就讀於酒店、旅遊、餐飲、康體文娛及運動範疇，就可以透過呢個計劃喺香港升讀2間英國嘅大學，包括 Northumbria University Newcastle 同埋 Sheffield Hallam University 嘅1年制銜接學士學位課程。課程已經通過香港學術評審，佢嘅資歷等同於本地嘅大學學位，亦都可以申請政府每年32,100蚊嘅資助添。如果同學有興趣去外國升學嘅話佢哋可以選擇呢5間海外嘅院校同埋大學，包括位於美國、英國、奧地利、杜拜同埋澳洲。因為 IVE 同埋 ICI 已經同佢哋簽訂咗銜接協議，承認咗我哋嘅高級文憑課程，再升讀佢哋嘅 degree 課程。好啦，至於 CCI、ICI 同埋 HTI 嘅課程，我就交俾同事繼續介紹啦。大家好，我將會為大家介紹酒店及旅遊學院、中華廚藝學院、國際廚藝學院嘅高級文憑及文憑嘅課程。頭先講過，2間廚藝學院開辦咗5個高級文憑嘅課程，葡萄酒及飲品商業管理，主要俾對各類嘅美酒同埋飲品有興趣嘅同學報讀。畢業之後可以喺酒店及餐飲集團做品酒師，或從事同酒業銷售相關嘅工作。由於近年酒類消費持續上升，酒類行業發展潛力無窮，製造咗好多嘅機遇。國際主題樂園及項目管理，中意喺充滿歡樂氣氛嘅地方度工作嘅同學就啱晒啦。畢業之後，除咗可以喺世界各地嘅主題樂園、度假村裏邊工作之外，亦都可以從事各類項目管理、統籌嘅工作，就好似搞婚禮同埋商業活動咁。我哋3個廚藝相關嘅高級文憑課程會教授中西菜同埋包餅甜品嘅烹調技巧。如果你中意下廚，又想中西廚藝都學得到，可以報讀我哋嘅廚藝高級文憑。呢個課程喺第1、2個學期會學習得到中西式嘅烹調技巧，之後喺第3學期可以按照自己嘅喜好同埋成績，選修中廚或西廚嘅分流。
如果你係好清楚自己中意精緻嘅法國同埋歐洲菜嘅話咧，當然要揀我哋今年新增嘅課程——經典西式廚藝高級文憑啦。至於西式包餅及糖藝高級文憑，就會教糕餅、麵包嘅烘焙技巧、時尚甜品及朱古力嘅製作。畢業之後，無論你想自己創業或者打工都得㗎。不過，萬一同學喺 DSE 失手，唔理想，只要你完成中六，拎到學校嘅證書，就可以報讀我哋嘅文憑或基礎課程文憑。廚藝嘅課程係2年制㗎，而酒店及旅遊呢就係1年制嘅。讀完1年制酒店及旅遊相關嘅文憑之後，同學可以全面認識到酒店各部門嘅運作。期間仲有好多實習嘅機會俾同學學以致用。而2年嘅廚藝課程裏面，同學除咗學得一門專門手藝之外，亦可以學習到廚務管理、食物衛生同成本控制嘅知識，為日後嘅仕途打好基礎。我哋學院除咗擁有具行業經驗嘅師資之外，仲有好完善嘅培訓設施去支援同學嘅學習需要。就好似我哋嘅廚房設備咁，都係達到業界標準㗎。另外，我哋仲有自己嘅酒店 T Hotel， 可以俾同學喺呢度實習，面對嚟自世界各地嘅客人。我哋亦都有旅遊及航空訓練中心，作為一個多功能嘅演講課室，佢提供咗航空全球分銷嘅系統同埋全景熒幕，俾我哋嘅同學學習同埋使用嘅。喺咁優良嘅環境底下學習，我哋培育咗好多出色嘅學生，佢哋仲會代表學院以及香港出席世界各地唔同嘅賽事，好似世界技能大賽、中西廚藝比賽咁。你睇下呢個女仔，佢係香港調酒挑戰賽嘅冠軍嚟㗎。除咗出外比賽之外，學院仲提供咗好多海外交流嘅機會俾我哋嘅學生。大家睇下，我哋會邀請嚟自法國波爾多葡萄酒行業協會嘅葡萄酒講師，同我哋嘅同學進行品酒活動。同時，我哋嘅同學亦都有機會親身飛去法國，置身法國嘅酒莊作實地嘅學習。學生每年都有機會參與唔同嘅海外交流，足跡遍及世界各地，好似法國、澳洲、奧地利咁，讓同學真正長知識、放眼世界。我哋嘅課程以職業導向為本，課程期間同學有好多實習嘅機會，以致我哋嘅畢業生進入職場之後，好快就可以適應得到，仲有好出色嘅表現添。喺酒店業方面，你會見到我哋嘅畢業生喺各著名嘅酒店擔當住唔同嘅職位。另外，廚藝方面就以中間呢位鄧家豪為例，佢30出頭就已經係一間5星酒店集團嘅中菜行政總廚啦。而呢位葉俊文，黑色衫嘅 Vincent， 大家可能唔識佢，但係有機會見過佢嘅作品。佢係一間創意中菜點心餐廳飲茶嘅行政總廚嚟㗎。喺機場及康體界方面，大家認唔認得佢呢？鄭麗莎 Lisa， 佢係包山皇后，亦都係蜘蛛媽媽，都係我哋嘅畢業生嚟㗎。好啦，今日嘅課程介紹嚟到呢度。如果想了解多啲我哋嘅課程資料，又或者睇多啲關於我哋嘅海外交流及比賽嘅影片嘅話呢，就可以 click 入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Facebook 同埋 Instagram， 撳埋呢個 subscribe 掣同埋隔離個鐘仔，就可以第一時間得到我哋最新嘅資訊㗎啦。當然，亦都可以上我哋嘅網站，又或者記低我哋嘅電話，打俾我哋直接查詢啦。